这边利用自己个人的能力进来了，再传，哎呦，进球了，恩波洛。场上比大家好啊！瑞士队呢，在上一场比赛呢，已经涌现出来了一个新星，叫马萨比啊，我很喜欢这个翻译啊，马萨比就是芥末啊，我很喜欢啊。这场比赛呢，这个马萨比呢啊，又一次闪亮啊，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呢，助攻啊伊波洛，球队打开僵局呢，到了机会，前途无量。看看，再传到中间，踢出来之后还有射门的机会，2-0。下半场比赛刚一上来，瑞士队的主教练雅基呢，高度赞扬了年轻的球员马萨比。他说，马萨比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和速度奇快的宝贵球员。马萨比在全队深陷防守泥潭时，依靠个人能力带球狂奔60米，杀入对方禁区并助攻队友，这展现了极高的球商和体能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位年轻球员在场下依然非常谦逊和低调。